种个，种个，一个个叫做年糕，一个个叫做年纪。年糕是生土开的个性，年纪是规律变化的个性。这个大家讲，诸佛菩萨都唔种个，一个叫做入世个年糕，入世就种入世就我种子，出世个就我去解脱。所以落下又解脱，又出世个无入世个。若诸佛菩萨伊就入世个甲出世个。你著要入世个出世个，你解决就所以落下诸佛菩萨就你的意义是啥？因出咱前面内底，第一开始后发的莲花的精神，落日头个，一直到伊下有个，顶外无个，尾有个，外无个，外个就是外个，尾个就是月有个，这个就是安尼，当咱大家学法，我是讲大家做操作啦，莲花来做一个叫做，希望咱大家咱实践。像莲花迄种的拍迄种的故事，很多好在了吼。来，你到遮大概要做一些了是大师道，要做明天的来电，今天给我们一起嘛。感谢讲师慈悲，田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